今日想同你分享一本書《被討厭的勇氣》。作為成年人，成日擔心人哋點睇自己，成日想得到人哋嘅認可，真係好攰。呢本書幫我揾到一個新嘅角度。今日一齊探討下點樣擺脫人哋嘅眼光，活出自己。呢本書教識我一個好重要概念：課題分離。啲人講壞話，俾人討厭，唔使理。呢啲係對方嘅課題，唔係你嘅。你嘅人生應該係自己話事，選擇自己認為最好嘅道路。至於人哋點評價你，係人哋嘅事，你無法左右，亦唔需要左右。你太在意人哋嘅視線同埋評價，先會不斷尋求認可。但其實唔好諗太多，好好生活。比起諗得多，做得多先係你應該做嘅事。呢本書提醒我，活出自己先係最重要嘅。日子過下過下就會有答案，過唔到幾耐，你就會揾到屬於自己嘅道路。相信自己，你有被討厭嘅勇氣，先可以活得更自由。希望大家可以從呢本書中揾到自己嘅勇氣。